我自己連結夢境已經有5年嘅時間，每日記錄夢境已經超過1700日，累積超過8000個夢境。一路做夢工作，我開始慢慢累積自己嘅心得。由2022年開始，我就發展咗一套叫做4R 嘅方法，4步輕鬆連結夢同潛意識。我希望將連結夢呢件事變得簡單、輕鬆，而且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學。呢套4R 過去我已經同超過100人去分享，大家都可以好容易去上手。而對我嚟講，4R 唔單止係一個方法，而係我同我嘅潛意識一齊創造出嚟嘅成果。今次我會將呢5年嚟嘅心得，連同陪伴唔同人做夢工作嘅時候，見到大家常見嘅樽頸位，以及點樣一步一步突破嘅經驗，帶入課程裏邊。嚟緊我會開辦最新一期嘅夢行者育成之旅，可以掃描畫面上面嘅 QR code 了解詳情同報名。到時見。